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，招人讨笑，佮牙请要来灭证，互警方看破骹手。新北市蘆洲的警察深夜来巡逻，发现一阵少年呢，招招规阵伫个公园边鬼鬼祟祟，看到警察，佮想要走。这警察感觉怪怪，随到请求支援，果然伫个车顶查到改造的手枪。这阵少年呢，才来承认讲，因是诈枪要去讨笑。少年，你哪要困哦？爱挂倒。半暝点外，警方巡逻发现公园边2台车5个人行踪可疑，对方却是心虚，无愿意正面回答。我驶好的车，这车像的，你的哦。你哪规阵提个车要创啊？为也未讲完，其中一名男子就想要走。这摆进来咯！过来！你过来！袂使，趴下！我趴下。你们这是个一定有问题。心虚想要逃走，被发现破绽。警方发现车底下有一支改造枪机，原来因半暝也毋困，集合伫这公园边是要去讨笑。因讲对方伫个电话内面甲因呛声，讲这好穿这衫裤爱穿较够咧，才找朋友来助阵，也搁诈穿来。是因为原本要有金钱借贷的因素，打算要去跟对方商讨金钱还债的方式，然后在聚集的当下就被我们警方盘查。好佳在比这警员早一步发现到，组织一场有可能发生的讨笑纠纷，警方卖持续追查枪击的来源。